中国教育部公布5月起强制在各中小学设置由公安或司法人员担任法制副校长，职责是推动习近平思想、预防犯罪等。中国教育部17日宣布，5月1日起实施《中小学法制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未来每所中小学至少设置1名法制副校长，负有6大职责，包括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鉴于乌克兰紧张局势，法国周六建议所有法国侨民离开乌克兰。法国外交部并呼吁法国侨民尽快离开最具战争风险地区乌克兰东部地区。德国外交部也发出呼吁，建议德国公民应紧急离开乌克兰。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还宣布，将从周一至2月底暂停飞往基辅和奥德萨的定期航班。伊朗外长侯赛因埃米尔阿卜杜拉希扬表示，他们希望继续与沙特阿拉伯进行谈判以改善关系，但这主要取决于里亚德政府的意愿。据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中国昨天新增137起新冠确诊病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7起，本土病例80起。80起本土病例中，内蒙古46起。美国政府指俄罗斯情报当局涉及乌克兰政府及金融机构的网络攻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说，相信同俄罗斯军方有联系的秘密情报机构曾经向乌克兰 IP 地址及网域传输大量通讯，阻断服务。德国北部和东部地区以及波兰遭强风暴肆虐，导致3人死亡。德国气象局发表声明称，风暴伊莱尼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哈茜山脉每小时超过150公里，在某些地区达到了每小时170公里。由于风暴，生活受到负面影响，至今已有3人丧生。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星期五说，他决心要让联合国人权事务主管对东突厥散进行可信的访问，这符合中国的利益。如果他们确信他们没有做人们指责他们在做的事情的话，让高级专员进行一次可信的访问是符合中国的利益。让我们尽一切可能确保访问得以成行，古特雷斯说。